悄悄地躲在粉红色的置物柜后面，紧握着那封亲手写下的情书，心跳得好快好快。他闭上眼睛，把信封轻轻贴在心口。光是想到他，脸颊就不由自主地泛起甜蜜的红晕。深呼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要勇敢。前方的走廊仿佛比平时长了好几倍。今天就是今天了。趁他不在的时候，他踮起脚尖，悄悄地把信放在他的课桌上，然后屏住呼吸，静静退开。他回到座位，看见桌上那封粉红色的信封，大眼睛里充满了惊喜与好奇，脸颊也悄悄泛红了。任务完成。他捂着通红的脸，一路狂奔，心里又甜又害羞。